为庆祝台南建成400冬，台湾首庙天坛伫去年11月举办第一届府城历史健行的活动，作为暖身，吸引了将近2500人来参加。因为民众响应热烈，今年将增加到3000个名额。去年的时阵足侪市民朋友响应，有当时报名拢超过，所以拢为人无法度参加。所以今年呢，咱搁照旧年的这个例啦拢总固定的市定的古迹，拢总有20间啦尤其这届搁开放3000个的民众，比如这个参加咱利用这个一早的时间对咱台南市境的这个20间的古迹会当落巡礼啦参观古迹以外呢，佮会当达到健康的这个目标，会当怎落细咧看古迹会使讲是益智良。今日非常感谢台南市迄个市政府的全力的支持，我嘛希望讲咱的迄个信众大德会当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参加迄个台湾首个天坛这个社会公益做了介好，嘛是就伫咧邀请讲咱的信众大德共同含厝内底的小朋友啦、家庭一家来参加这个活动。这项结合府城历史古迹健行的活动，将走访天坛附近20个国定甲市定的古迹，有北极点、台南合同厅舍、孔庙、赤坎楼顶，全长大约4.2公里。报名参加将赠送纪念衫甲专属的健行的护照。只要完成活动，还佫有开运祈福的纪念奖牌甲纪念的毛巾。欢迎有兴趣的民众8月9月20进前网络来报名，限额只有3000位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